这是什么？你是当真认不出我，还是不相信我？我又不是宇环真，做不出这么精妙的东西。这正是你天机门的传位圣器云涛伞。它是怎么到你手里的？说起来，我的皇叔锋刃跟天机门也算有些渊源。临行前，他把这个留给我，做手中的保命符。别弄坏它！说出你的条件。很简单，放我出来。放了你，把它吃下去，我放你出来。这是什么？你要吃了它，咱俩双赢；你要不吃，你陪我输这仗。这个药的名字叫翠灵丸，它可以让你在瞬间生出羽翼。怎么样，是好东西吧？不过，它还有些副作用。放开我！等等！你没有想象的还不堪一击，没有双翼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师兄，20年了，云涛伞终于回到我手里了。你师父的遗愿，就是收拾你这个孽徒。他在云涛伞里面写下了你的命门，脑后反骨。宇环真！哟，羽族的话，你的命可真够大的呀！嘿，再大也不过这一时半刻了。宇环真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羽族的子民是无罪的。你要我的命，你尽管拿去，快让天空城停下来！你以为你的一条命就能抵消我所有痛苦吗？你害死飞霜姐姐，夺走灵姐姐，我要让你亲眼目睹你的王国毁灭，让你成为羽族的千古罪人。你疯了吗？我的王国也是你的故土啊！废话可真多，一起上！你这个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是不是恨我悔婚的事情？你不明白吗？那都是为了保护义父灵。他是星流华山少武的化身，跟偏羽真心一吻之后就会灰飞烟灭。我就是偏羽啊！可你现在已经不是了。那师父呢？你为什么杀死我师父？我怎么可能会害姬叔呢？这是白庭君告诉你的。他说
你是要毁天空城，才杀死我师父的。你仔细想想，以技术的性子，怎么可能跟白天去合作天空城？你的话实在是太多了。我是看在你心地纯良，又于福陵亲厚，才将毕生的衣钵传于你。如果日后你要是做伤天害理之事，为师绝不轻饶，记住了吗？师父曾经说过，他最爱的是灵姐姐和师母，又怎会和白女皇联手？是我错了。想不到，我们也会有并肩作战的这一天。现在不是感慨这些的时候，停下天空城才是重中之重。来不及了，我设置的是自动撞向南雨都的指令，连我自己都无法修改。那怎么办？不行，你先去阻止他们。这里我再来想办法。我现在已经不能飞了，我怎么阻止白庭君？我有办法。小五，你所有的亲人都住在那云山之上，而我双脚都不能离开尘土，我配不上你。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，不就是一个世界的吗？你来晚了！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福陵？星流化身跟命中注定的恋人真心一吻，就会灰飞烟灭的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你让开！我不相信！你让开！丫头，易福陵，易福陵，你看着我，我是天意呀！天宇，看着我，我是天意。你认得这个项链吗？这个天空草项链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啊！这里面是一棵天空草，用来纪念我们初次相遇。
你想起我了。丫头，不行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天空之眼，如果将装有星流花粉的天空之眼卸下来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我需要12个人，驾驶皇家飞车寻找机会，撞毁天空城，其余人保护民众向宁州海峡转移。如诸位所看到的，我南域都已在生死一线，而在我南域都数万余人当中，不乏我们的父母、子女、朋友，保护他们是我们的职责。就让这等使命，这份决心来战胜我们的恐惧。既是贵族，是不是也该有贵族的担当？是。那就让我们展开双翼，用生命捍卫整个家园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出发！王爷，我是不会走的，除非我死。天空城为什么没有停下来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了。南雨都。我
我的故乡永别了。我会飞了！我会飞了！得救了，太好了！王爷，你看，居然是宇环真，他救了整个南域都。他生出了双翼，他也是个真正的贵族。长久以来，我们羽族一直以能否凝出双翼来区分贵族和平民。但是，直至真正的死亡来临之时，我们才一同见证，是勇气才标志着真正的贵族，真正的英雄。在这上面镌刻着雨桐木、岳云奇以及黑羽军团所有牺牲了的战士的名字。使我们羽族傲视九州的，不是星流花粉，而是勇敢顽强的精神。南域都万岁！南域都万岁！救不了最想救的人，哼，当大英雄又有什么用？南域都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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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，陛下呢？今早离开了。哦，这是陛下留给您的信。王叔，请原谅我的自私。我相信茯苓在灰飞烟灭之前一定认出了我。1000级留下的那个盒子让我相信，他不会舍得抛下尘世间的一切，抛下我。即使是踏遍整个九州大陆，我也要把他找回来。
踏破旧时光，来问起你的谎，逃出羽化的高墙，却困在你手掌，找冰冷的原谅，人世纷乱扰扰。陛下，陛下。起来，来，起。看来这古城配失败的王。陛下，要不要看看诸位大臣送来的贺礼？不必了。每过一次生辰，便是提醒我又老了1岁。裴玉，传令下去，从今往后，宫中取消我的生辰宴。兰州大路上一直流传着星辰号的传说，有人说上面是个络腮胡子的老人，有人说是垂髫女童，还有人说是会飞的羽人。只有我知道，那些都不是真的。天意一直没有回来，一定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。丫头，这已经是我寻找你的第3891天。宇环真这小子，帮我做了很多找人的工具。我一天天的老去，但奇怪的是，外貌并没有改变。也许是我的心停在了你离去的那一天，又或者是你想在重逢的刹那就认出我来。无论如何，我相信不管过多久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。热衷伤与悲伤，看来这古城配失败的王，别在多年以后互道无恙。小姑娘，你想要这个？谢谢你。回来了，你看找到了，太好了。最后的战役燃起烽火万丈，谁中赢的一切，却只为你投降。宽广不过你肩膀，柔弱不过我翅膀，若能携手漫步，谁还要飞翔？故事若重写，这次我先退场。最遥远的距离，只在你的眼光。还有一点点奢望，还有一点点梦想。空城坠落，湮灭，却留住馨香。陛下，怎么样了？
风天翼，风天翼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就算我用天空城撞烂了南域都，灵儿的心也回不来了。风天翼，那也未必。难道你忘了我跟你说过，逆天改命？来者何人？再不报上名来，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弓箭手，等等，有可能是我们羽族自己人，不要用剑，用网。竟然是个人族！你们人族最近经常挑衅人羽边境，到底所谓何事？这正是我所来的目的。陛下说，请羽皇去双城一聚，否则，如果战火愈演愈烈，怕你们羽族承担不起。放肆！一会儿我看你脑袋没了，还敢不敢口出狂言？裴玉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放他回去。滚！多谢王爷。王爷，这对翅膀之灵巧，不亚于我们羽族的血肉之意。没想到人族还有这样的机械大师。我们羽族骨骼轻盈，论力量却远不是人族的对手。若非得天独厚，能翱翔于天际，也难以维持100年来人羽两族的平衡。如今人族竟研制出如此精巧的翅膀，难道我们羽族真的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了吗？这双城之约，看起来就不怀好意。陛下现在还是整天待在星辰号里吗？王爷，此事要禀明陛下吗？不必。还是我带他走一趟吧。庭君哥哥抓了3位师傅。少主自从登基之后性情大变，眼下也只有你能救3位师傅。天意，你怎么来了？双城之约的事，皇叔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以为你已经没有心思再管这些事了。作为封天翼，不能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灰飞烟灭，但是作为羽皇，我还有自己应尽的责任。天空城的计划我也有所耳闻，一旦让人族飞起来，对我们羽族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威胁。所以双城之约，我一定要亲自去探一探，白庭君到底在想什么。如今的白庭君已经不是往昔的废太子了，他铁腕无情，实行暴政，听说连星辰阁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此次双城之约必有阴谋诡计。而你是羽族的皇，当为万民保重自己。
还是我替你去吧。白庭君与我积怨太深，我若不去，他必不会罢休。人鱼两族一旦开战，不论谁胜谁负，南域都一定血流成河。到时候我怎么面对九泉之下的父皇？更何况，皇叔一路走来，已经为我承担了太多。您甚至曾经想把自己的双翼交换给我。这一次，我不能再躲在您的背后了。又是裴玉，迟早割了你的舌头。我是您一手熬出来的鹰，您若不肯放手，雏鹰何时才能振翅高飞呢？既如此，多加小心。师傅，快走！师叔，师叔，快走！三位师傅，快走吧！今天晚上那几个怪物和七洛林都不在。走什么走啊？你以为我们星辰阁会怕他们吗？你把那几个怪物给我叫出来！不用叫了，我们来了。你们怎么没想到吗？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，没有你把他们救出来逃狱，我怎么能名正言顺地杀了他？齐洛林，你个无耻之徒，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段！今天为师就教教你做人的道理。教我？哼！你以为你们上次中的是迷魂香吗？你们中了我的七毒噬魂散，剩下的功力不到30%，不信你们运功试试。就算我今天死在这里，我都不会让你们这些乱臣贼子胡作非为。你们这群小人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师父！好啊，动手！齐洛林，你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人宰割的齐洛林吗？师父，徒儿。师父，师叔。师父，乖徒儿，你知道，师父平时就喜欢喝2口。师父，师父还想再喝2口。师父，你等着。于飞，你怎么样？
师叔，你快走，师叔已经不在了，我们总要有个人活着，你快走，快走！师兄，你快走，宇飞！师兄，宇飞，你快走！为了星辰阁，你要活下去！宇飞，你快走！兄！住手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醒醒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不许伤他！哼！陛下，师傅，你醒醒啊！师傅，陛下，方夜宴背叛双城，想带此三人逃狱，向封天一报信，我迫不得已才下此杀手。陛下，你不要听他一派胡言！住嘴！要不是你，他们三个怎么会逃出来？你差点坏我大事。是我偷了钥匙，你干脆连我一起杀了算了。你明明知道我杀尽天下人，都不会动你一根指头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你再也不可以在这个皇宫自由走动了。知道？算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白庭君，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你为什么要杀三位师父？把他带走。是。干嘛？白庭君，白庭君，放开我！迟早有一天你会知道，我变成什么样子，都是为了你。陛下，那方夜宴该如何处置？交给你了。是。陛下，少主！白庭君，我已经来了，还不快出来相见！想不到羽皇大人龙胆虎略，当真敢单刀赴会，您就不怕有去无回吗？哼，凭你，白庭君在哪儿？陛下正在陪易姑娘，请稍等。易姑娘，自然是被你弃若敝屣的易姑娘。白庭君抓茯苓干什么？哟，您还关心她呢？当众悔婚的事儿，可是整个兰州都知道了。他们定是想拿茯苓要挟我。白庭君虽然恨透了我，但对茯苓是一片痴心，他绝不会让他有危险。我不可中了他们的计。我是想说，人皇陛下真是有容乃大。我用过的女人，他也喜欢，是吗？我听说这易姑娘人见人爱，几易其主，也不知到底是谁穿了谁的旧鞋。这是人族的领地，你敢在这儿行凶？那就要看你这能说会道的舌头，能不能带我找到宇环真了。你怎么会知道宇环真在这儿？
木甲翅膀是你这种饭桶造得出来的吗？当初在星辰阁，要不是我留你条狗命，你能有今天？快走！这就是所谓的天空城。风天翼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就这堆破东西，当真能飞得起来？哼，害怕了？还没到你哭的时候呢。当他撞向南雨都的那一刻起，你便会成为兰州历史上最后一任羽皇。我只要杀了你这忘本的叛徒，不就天下太平了？冯天翼，我以礼相待，你为何还要在我的地盘上动手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羽族的叛徒就是你手上的秘密武器，我是不会让他活过今天的。如果我拿他来换呢？傅灵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我现在跟易福灵没有半点关系。你要是舍得的话，如此如花美眷，想怎么样随你。真的吗？如今的白庭君已经不是往昔的废太子了，他铁腕无情，实行暴政。听说连星辰阁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住手！白庭君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，你竟然会拿你最爱的女人来要挟我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带走。是。你若是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林姐姐，你为何这样对待林姐姐？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我为了她，连换髓之痛都受得了，我怎么会伤害她呢？带走。那风天翼，风天翼，他就和我一样。就算明知是计，也不敢拿灵儿的生命做赌注。我原先还抱有一丝希望，他既已悔婚，就不会在乎灵儿的生死。这样也好。若不是他整日反复，灵儿又怎么会回到我身边呢？我才不相信风天翼有什么真心呢。他这个人就是假模假样。我恨不得他2人互相断了念想。如此甚好。天空城修复的怎么样了？万事俱备，只欠花神。航线呢？自然是撞向南雨都。你是担心我临时反悔？你毕竟是羽人。我已经在控制器中设置了自动撞向南雨都的指令，连我自己都无法修改。好，天空城是你师父姬叔和我母皇白雪一生的心血，如今在你的指挥下撞向南雨都，必定可告慰他2人在天之灵。陛下，我已将风天翼交给国师。你为什么要对灵儿下药？属下看陛下求而不得，实在辛苦，想为陛下分忧。
其实说到底，不过是个女人嘛。只要得到她的身体，她的心迟早是你的。如今她晕在那儿，正是陛下临幸她的大好时机呀！大好时机，还真是个大好时机。陛下，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设计陷害夜宴的事情吗？我容你到现在，不过是因为你当初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救过我。但如今你伤害灵儿在心，又言语侮辱灵儿在后，我已经容不下你了。白庭君，你错了。你之所以留我到现在，是因为你太孤独，太寂寞了。我要是死了，你就真的只剩你自己了。千刀万刃，尸骨弑心，皇冠落地，众叛亲离，孤独致死。是谁告诉你这些话的？是谁？是谁？是谁跟你说的？告诉我，到底是谁？告诉我是谁？是我。是你？你自己选择了一条死路，谁都救不了你。现在易福林和冯天一都在我手上，你要是后悔，还来得及。后悔？你现在跟我说后悔？后悔？是你跟我说的，我命由己不由天。就算只能爱他片刻，我也丝毫不后悔。好，你跟我来。万一要是失败了，无论怎样，都是我白庭君想要的结果。逆天改命，这是我天极门中的秘术，把你变成凤天翼，把凤天翼变成你，这样你就成了星流花神的命定恋人。到时候易福林自然就能回到你的身边。只不过此举有违天道，偷取他人命格者，活不过半个时辰。我愿意一试。失去灵儿的爱，就算能多活几十年，又有何生趣？开始吧，国师。王爷，陛下还没回来吗？王爷，要不要去双城把陛下寻回来？王爷，王爷，
王爷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师叔和师兄都被白庭军所杀，兰州的天下就要大乱了。陛下，国师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快解开！陛下，事不宜迟，这里交给你们了。灵儿，等你再醒来的时候，就回到我们两情相悦的时光了。将花神脱身和命定恋人的血滴入花神胚，即可唤醒星流花神。星流花神觉醒了！天意呢？你该关心的不是封天翼，而是整个南宇都。方爷爷告诉我，白庭军已经命玉环真修复了天空城。星流花山一旦苏醒，天空城就会吸收大量的星流花粉，继而撞向南宇都。环真，环真，你怎么弄成这样了？你现在看清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吗？对不起，环真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够了，林姐姐，封天翼他薄情寡义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，现在又抛弃了你，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你牵挂？
岁归为羽皇，可是，在感情上，他根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真实心意。我曾与他患难与共，所以，就算是全世界都误会他，我也可以理解他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他这次又是什么苦衷，连你都不能告诉我？我不知道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是在自欺欺人。天快黑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我要等他亲口告诉我原因。如果他不来，我就一直等下去，直到他来。他的原因根本就是不爱你。林姐姐，你不要再陷下去了。婉珍，对不起。林姐姐，好，我算是看透你这个不可理喻的女人了。你不走，我走。封天意，不除掉你，飞霜姐姐的昨日就是林姐姐的明日。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天意，你有什么苦衷啊？可不可以告诉我？你当真想知道我的苦衷？我们不是说过吗？有什么苦衷都要一起分担的。我的苦衷就是身为羽皇却没有一孔，无法展翼飞翔，而你是星流花神的脱身，我一步一步接近你就是为了这个。而现在我已经生出了双翼，不再需要你了。我是星流花神，不然为什么你耳后会突然长出星流花的标记？又为什么会拥有超乎常人的听力？可是我是花神，跟我们的感情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那么蠢呢？我们之间有什么感情？我从头到尾就是为了利用你，为了让自己生出双翼。现在你对我来说已经根本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？我贵为羽皇，你也不想想你哪一点配得上我？不许哭！我最讨厌看你哭的样子，我看着就恶心。因为你害死了我最爱的女人雪飞霜。我跟她情深意厚，要不是为了羽族大业，我连碰都不会碰你一下。我当众悔婚就是为了羞辱你。我可以饶你一命，但我还是要为雪飞霜报仇。我不信，你说的每句话我都不相信。那你相信什么？相信那个雨夜发下的誓言，永远在一起，永远相守，永不背叛，永不欺骗。你知不知道这些话才是我对你撒过最大的谎？
一巴掌不够的话，可以再打一巴掌。但是打完之后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天意，我多希望这是在做梦啊！我多么希望你说的那些话就像以前一样，只不过是为了刺激我罢了。滚！滚！你倒是好，一走了之。天意，想哭就哭吧，我们到底还是叔侄。我心中有愧。愧对先皇，愧对皇叔，也愧对羽族的万千子民。以前我做摄政王的时候，努力做一个暴君，为的是将来还天下于你手的时候，让天下都感恩你的仁德。其实对付雪灵的法子有很多种，而我选择了最折磨你的一种，为的就是经历过我这个魔头之后，人世间再大的困厄，你都能应付自如。只是没想到人世间最大的困厄，竟是一个情字。你都知道了，那你不怪我？怪你？怪你又有何用？我可以为义福灵付出我的一切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到头来我还押上了整个南域都。做人很难的，尤其是生在帝王之家，动不动就时不我与或者身不由己。人生一世，为什么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现在一切还未到最后，兴许还有转机。你是羽族的皇，我不能替你下决定。但无论你要做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。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东西，原本是想等新婚之夜还给你的，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吧？
灵儿，这是爹送给你的最后一份礼物。够了！难道我们羽族人失了双翼，就注定要亡国？王爷，微臣倒是听探子回报，双城那边新帝即位之后，一直在研究天空城计划。天空城，有了天空城，不会飞的人族也能够双脚离地，和我们羽人一样俯瞰天下。据说，最早设计天空城的是一代机关大师姬书。姬书？怎么会是他？那不是咱们羽族的吗？怎么跑去给人族卖命了？让双城的探子继续跟进此事。是，王爷。真是岂有此理！怎么说，我们曾经也是他白庭君的师傅，怎么见他一面这么难呢？你以为白庭君还是你昔日的爱徒吗？他在双城血腥夺权，残害忠良，还要建造什么天空城攻打羽族，实在是我星辰阁的耻辱。不知道天空城的消息，星辰阁是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他们两个呀，就是爱管闲事，整天不是什么花神配呀，就是天空城啊。这天底下的事儿，还有他们两个不知道的吗？师叔，师叔，天下之事就是我星辰阁之事。哎，可知道太多的人，总是活不长的。戚洛林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三位师傅是想让我这个背黑锅的早就死了吧？我要是死了，这世上便再没人知道你们三个老家伙处事不公，颠倒黑白了。洛林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不好，有米，师叔，师叔，我看三位师傅是在星辰阁养尊处优惯了，倒是省了我不少的。洛林，这可是陛下让我做的。不可能，陛下绝对不会对三位师傅下手的。给他解药，剩下的三个带走。是。参见陛下。你是为星辰阁的事情而来吧？陛下，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师傅。放心吧，陛下是仁德之君，不会干那种欺师灭祖的事情。等事情了了，自然就放他们出来。陛下，天空城的消息一直是绝密，如果陛下……你猜的没错，消息就是我放出去的。现在双城应该到处都是羽族的探子了吧？怪只怪三位师傅管得太多了。属下还不明白。大将军，不要明白的太多，明白的太多，会不明不白的死掉。以前的那个熊大将军，不就是前车之鉴吗？属下告退。倒是个识趣儿的人。这是从星辰阁搜到的，没什么用了，你留着做个念想。
灵儿怎么会在这里？造化弄人呐！老天爷偏偏给花神安排另一个真命天子。造化弄人！陛下，宇环针已经找到了。你的脸，区皮相而已，没什么要紧的。要只是脸倒也好，但你的身体没有其他异样吧？这倒不是什么要紧事。你跟以前的确有些不一样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这话说的，不是你来找我吗？要不然，你来双城干什么？眼下，你已是人皇，只有你能对付丰田义。说下去。丰田义杀我雪家满门，而且他还欺骗了飞霜姐姐和灵姐姐的感情，让灵姐姐到现在还执迷不悟。我不能再让她活在这个世上。哎呀，宇环针，你的这双手只会做机关，哪里有杀得了人呢？不过，我倒有个法子。你是姬叔徒弟，你可曾听说过天空城啊？天空城，天空城，天空城，这里面有一个3个字的秘密。难道师父说的3个字的秘密，就是天空城？天空城是姬叔一生的心血，有了天空城，人族就能飞起来。一旦人族能够起飞，你还怕我对付不了丰天翼吗？不对，师父也是羽人，而且他性子散淡，热爱和平，绝对不会助你挑起战争。你不信？不信就跟我去看看吧。怎么会这样？师父呢？师父呢？师父在哪里？师父！师父！师父！这是师父的东西。我没骗你吧？来人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羽族。羽族的人，他们杀死了姬叔，还毁掉了天空城。师父死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！环真，自从天空城的计划泄露之后，双城来了不少羽族的探子。你进城之后，应该也看到了不少。他们为了不让天空城升起来，就来了这招釜底抽薪。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姬叔大人。不可能，师父，师父，难道丰天翼不知道师父是灵姐姐的父亲吗？他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？我去找他算账。那有什么用？如今天空城已毁，我双城再也不是丰天翼的对手，你的仇再也报不了了。不，我可以。你可以做什么？我是师父唯一的弟子，我可以修好天空城。但你毕竟是羽人，南羽都全都是你的族人，你真的狠得下心吗？
非常姐姐、师傅、林姐姐，都是我最亲的人。风蝶一直在我身边一一夺走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我要让他成为羽族最后一人羽皇。好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双城所有的工匠都听你调遣，务必在星流化身出世前修复好天空城。你放心吧。想不到这宇环针这么好骗。不是他好骗，而是人一旦有了恶念，就会在心里生根发芽。你和我，不都如此吗？知道了，下去。他说什么？陛下，易姑娘已经带到了。灵儿，不过是个女人。一切去交换。这下好了，星辰阁一个长老、一个阁主、一个阁主的师弟，通通都被关在这里了。这传出去成何体统嘛？没想到七洛林居然会使用这么卑劣的手段。也怪我们大意了。这个白庭君果然是目无尊长、狼子野心，看我出去怎么处置他。吃饭吧。饭来了，饭来了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就一份啊？这3个人怎么就给1份饭呀？有没有人呢？有没有人性呢？还挺香的，太小气了，还不够我一个人，这清汤寡水的都没法下酒了。师侄啊，这个3个人就给了1份饭，这个是师叔吃呢，还是师叔吃呢？师叔请先用。您先用。有毒！别，师叔，快放下！好你个白庭君，跟陛下无关，是齐若琳。他一直对星辰阁的事情耿耿于怀。3位师傅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救你们出去。灵儿，庭君哥哥，你的脸怎么了？不要紧，灵儿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庭君哥哥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
受制于石骨钉无法回应，但我白庭君心中未曾有一日不爱你。如今我血誓已解，你又与封天一刀两断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啊，灵儿，你别这样，庭君哥哥，不行，不可以。我知道你是嫌弃我了，嫌弃我现在的样子。没有，不是的，庭君哥哥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庭君哥哥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我们回不去的。灵儿，我和你自幼相识，难道我们在一起这10年比不上你和封天翼在一起的几个月吗？更何况，他已经不要你了。我知道他不要我了，可就是不要我又能怎么样呢？他是让我心碎，可是即使心碎，我也忘不了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光。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，总是真实的。我忘不了他的，我的心里再也无法容下第二个人了。庭君哥哥，对不起。这个还给你，他应该在一个给你幸福的人手里。送出去的东西，我是不会收回来的。灵儿，我这一生一世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没了你，我也就没什么幸福了。你别这么说，不是还有彼岸花吗？彼岸花他已经死了，那些对我好的人，全部都死了。庭君哥哥，你怎么了？灵儿，灵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别这样，灵儿，庭君哥哥，我要离开这里，我要去找我爹。你爹他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和我母皇已经死在天空城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相互纠缠一生，到最后还能死在一起。可我呢？我呢？那我呢？我呢？我又何所终，何所依？你在这里住下吧，刚才的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。